大陆男艺人高云翔去年3月在澳洲涉嫌性侵一名女编导，遭当地警方逮捕。现在案发将近1年，虽然高云翔申请保释成功，但仍需佩戴电子脚镣及受多项限制。据了解，高云翔今25日正式开庭，未料又面临7项新指控，全身而退的几率看来微乎其微。据今日澳洲报道，高云翔今日穿着黑色西装，并用墨镜遮住半张脸，在多名律师与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现身雪梨中央地方法院。据了解，高云翔分别被控2项严重猥亵罪、5项共同严重性侵、剥夺人身自由罪，后者最重可判处终身监禁，而严重猥亵罪最高则可判量刑7年。报道指出，高云翔若在今25日传唤中认罪，量刑原可减轻1/4，但高云翔对此全盘否认，因此全案将于10月21日开庭进行实质审理，届时预计需花上6星期。